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大故事》。曼泽兰，用身躯做生团的武器。曼泽兰一世纪成长，伊无声无说，走闯江湖，愈来愈请命。台湾人的山林豆豆啊袂喘气，用媒体做生团的武器。因无声无说，走闯江湖，阿廖啊统战的功夫步数，闻袂到，看袂到，台湾人的想法豆豆啊变质，用金钱做生团的武器，六都的老仔厝愈起愈多。你敢知影春季栋是咱的？美丽徛家，离少年人愈来愈远，台湾人的土地豆豆啊变卖。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大故事第65集，欣赏的是台南的杜妙仪小姐所带来《曼泽兰》。这首诗表面上是伫咧描写花草，不过背后实际上有一个真深的时代意义。所以，咱邀请杜妙仪为咱来讲解这首诗的含义，也有伫这内底台语文的用字。曼泽兰其实我是因为伊这个植物的特性，所以写的这首诗。曼泽兰这种植物较特别，因为伊是外来种，但是伊嘛是一个世界普遍拢是非常侵入性的一个植物。所以有的人讲到曼泽兰，伊讲你这是绿色的眼睛啊！你这个山呐，总讲伤侪曼泽兰，就咱像一个人生着歹命共款啊，伊愈传愈多。所以是这个世界IUCN 就是世界的自然保育联盟伊有甲这个曼泽兰含全地球100种的外来侵入性的植物其中的一种。伫台湾有的人一种讲法就是讲，伊头先其实是对这个农具，但是讲咱这个机械。农业的机械要引进的时阵其实伊是安尼寄入来就对，探过所以讲伊是掉入内底，入内底又掉咧。有一种讲法是讲安尼若伊这种讲法你就当知影讲伊这种植物的特性，伊的生命是非常的厉害。所以我以下来讲，伊走抢江湖。我用这种曼泽兰来讲到这种媒体啦讲到这种台湾的媒体你也知讲真侪媒体可能已经拢是被侵入但是媒体的影响是真大伊这种影响是一天一天安尼甲你洗脑，所以我是用这种对咱这个现实的这种状况做一种象征。青勇大汉，这个青是这个声青鹰，其实都侪字咱像会晓讲，但是毋知要哪写啦其实是尾啊已经20-30年来足侪作家开始写，你写你的，我写我的，尾啊大家慢慢它会变成讲适应的惯用的迄个文字啦。但是以这种文化来讲但是我感觉迄字嘛是爱看伊的原来的意思小可会当切合
吼，所以我用车迎，这个迎那像这个风会飞，迄款共款，所以伊是用这个，所以迎吼是用迎这样。车迎我是用一个日吼，啊下骹一个成吼车，啊迎我是用风日帮，啊一个迄个用。用身躯做生团的武器，曼泽兰一世纪成长。伊无声无息走闯江湖，愈来愈车赢。台湾人的山林豆豆啊未喘气，用媒体做生团的武器，因无声无息走闯江湖。阿绿啊统战的功夫步数，骗会着，看袂着。台湾人的想法豆豆啊变质，用金钱做生团的武器，六都的老仔厝愈起愈济。你敢知影春几栋是咱下？美丽徛家，离少年人愈来愈远。台湾人的土地豆豆啊变卖。杜妙仪这首诗的标题叫做《曼泽兰》，听起来名真水。不过实际上，伊是一种对国外侵入咱台湾的外来事物，已经对咱本土的花草生态产生威胁。顺利去，咱继续请本身嘛是食物专家的杜妙仪小姐来为咱介绍曼泽兰的特性。曼泽兰吼，因为伫咱即个山内底吼，已经拖甲实在一世纪，所以讲伊对即个植物吼，咱的原来的植物，像你即丛树啊，你若生伤侪曼泽兰，伊若像甲伊钉起来，无法度呼吸啊，袂喘气啊，因为伊的顶吼会当拖足远的，啊，伊而且甲你即丛树啊吼，卷一个，卷过来咧，所以讲咱像你无法度喘气啊。所以你这个山林啊，真讲伤侪曼泽兰，咱就地感情共款，开始咧弹。伊的花其实吼是看起来不起眼的，细蕊啊花，但是伊的叶啊、伊的顶吼，伊当放伫迄个树仔顶吼，练过来咧，规丛伫迄个树仔顶。但是因为几年前咱个已经开始有觉醒着讲这个曼泽兰退啊伤过厉害，所以讲林务局伊就咧呼吁大家吼。你若准讲用曼泽兰，你甲伊扣起来，吼，你一挂伊的根拢甲伊扣起来。你若去到山内底，你若看到曼泽兰，你会当做吼，你若了解吼，尽量甲伊扣起来。所以讲即摆可能有较小可减少，但是伊的细嘛，咱是伤过强。咱若要认曼泽兰，认伊的花较好认。伊种花毋是白色的，是小可带有一点足细蕊的。其实看即个迄个楼顶要讲，你看伊一平方公尺吼，会当达到17万的这种籽啊，种子咧吹。所以你看伊的花吼足细，但是因为风咧飞，伊就当四界弹嘛。所以讲伊是安怎？伊打入来阵一点点啊尔。然后几冬了后，炭甲只无法度控制，所以毋知讲已经比像绿色的感情共款。用身躯做生团的武器，曼泽兰一世纪成长，伊无声无息走闯江湖，愈来愈车赢。台湾人的山林豆豆啊袂喘气。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杜妙仪写诗兼讲解自然文史，专门去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次再继续空中再会。
的。